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要嚟到天英通訊英姐呢度啦。Hello，英姐你好。你好，靚女，今日同大家講下等一陣。今日同大家講下呢隻 mini 手機17 mini 國際版嘅，佢呢啲有咩嘢可以介紹下咧？佢呢啲啊有啲又可以同啲平板啊呢啲 app 一樣下載 YouTube 啊、迪士尼啊，乜都有噶，好多噶，好靚噶喎。大人細蚊仔做視鼻機係最靚噶，要過嚟大陸平平地輕輕地放喺袋呢度，又唔係話怕好重啊呢個 mini 仔香港可以用噶喎。國際版啊，我睇下係國際版噶。有咩嘢？YouTube 都有喎。有，乜都有噶。佢啲 app 同呢啲 app 係一樣，同呢啲平板係一 app。可以俾細蚊仔打遊戲啊，睇乜都可以噶喎。睇動畫片係咪？係。好呢啲好靚噶，佢呢隻有4隻顏色，橙色、黑色同埋藍色，同埋嗰隻咩顏色啊？4隻顏色嚟嘅，大家應該好中意呢隻，但係我呢一排呢隻買咗好多，我都冇拍廣告喎，係自己諗住今日有隻細細啲啊，攞出嚟講下，真係好靚嘅喎。幾錢咧？呢隻300幾蚊雞。好平啊，係啊，300幾。係啊，都幾好啊。係，你睇我哋攞咗一箱過嚟，差唔多100個。係啊，細細一個。好細個嘅。來，等一下拍一下小孩，然後給他先走。自駕遊的時候，車上要是有一泡辣條。江南夢寶子。我說兩句啊，哇，咁多平板啊，英姐你好。係啊，嚟到幾款新款嘅呢一款插卡版嘅呢本打電話嘅，又係呢啲榮耀嘅喎，可以插卡打電話嘅，乜都得嘅喎，又係國際版嘅，我哋全部做國際版嘅，我哋做呢啲手機啊，同埋呢啲平板啊，呢啲全部都做原裝嘅，我哋做啲大牌子嘅，係榮耀啊、聯想啊、三星啊，呢啲我哋唔做啊，嗰啲乜牌實牌嗰啲立立實實嗰啲，我哋都唔做，因為我哋做27年啦。我呢次係同你介紹嚟到呢台三星，細細啲7寸可以打電話嗰個，咁樣都得噶係啊，因為好多朋友同我問我有冇細細啲嘅喎，真係冇，今次真係攞翻嚟啦細細啲嘅。全部啲國際版嚟噶，可以裝啲 app 落過去嘅喎，啲 apps 全部一樣嘅，冚唪唥都一樣啲 app，啲 app 上次全部都有介紹過，依家就係直播嗰啲踢波噶，同埋睇英超噶，同埋睇迪士尼噶，同埋睇嗰啲獨播副嗰啲大陸劇又得，香港劇又得，台灣啊、新加坡啊，同埋嗰啲日本啊嗰啲都得，全部都得，同埋有啲 app 都可以睇國際新聞噶，好靚噶，我哋啲 app 全部都啲自己研究出嚟啲新款嗰啲 app 啊，睇直播睇乜都得噶喎，係啊，同埋我同你哋講同埋有呢啲盒子喎，我哋今日來貨來多啲呢啲電視盒子，我哋幾十樣嗰啲幾十台呢啲唔同款噶，尺度仲係呢啲靚啲，又靚又平。呢個先260蚊，260蚊，入邊乜一啲 app 全部都同我哋啲平板一樣嘅 app， 睇直播睇英超睇乜都得，同埋啲電視電影啊，嗰啲國際新聞啊，嗰啲全部都有噶。
冚唪唥都有嚇，Netflix 啊，嗬，迪士尼啊，乜都有噶，冚唪唥都 OK 噶。同埋我哋嗬呢度嗬，同你哋講嗬，有好多三星嘅喎，係啊，攞個6代、5代、4代、3代都有，同埋呢啲係細嘅呢啲嗬，1000蚊。做後備機啊，你話點啊？玩乜嘢好啊？後備機呢啲係最平噶，又靚又平，同埋係大品牌嘅，同埋啲 OPPO 又係國際版嘅，全部都係國際版，係啊，超靚嚟噶。同埋我哋呢度嗬有回收手機嗬，因為依家連啲17出嚟，個個都買17啊，17 Pro Max 啊，成嗰啲機咧，你話攞喺屋企一日跌價嗬，攞過嚟買俾我嗬，我哋高價回收係啊，啲劣高級又得，低級又得，都可以通通都去回收噶，平板都得，我哋全部都有回收。你哋如果話有屋企有嗰啲嗬，唔使坐喺屋企嗰度好多爭甩嗰啲曱甴噶，攞過嚟買俾我，同你收翻啲錢坐喺袋度唔香咩？好香噶，你話係咪？係啊，大家要攞過嚟買咗佢，係啊，費事放喺屋企1-2年，又係垃圾啦，要抌咗佢。係啊，你過年整啲清垃圾嘅時候仲費事清噶啦，係咪？係啊，放得越耐跌得越多，好似以前年嗰啲6代7代嗬，1000幾2000蚊唔捨得買，依家嗬100蚊100蚊，你話蝕到幾多啊？係咪？攞過嚟買咗佢，回收手機，真係好着數。同埋我哋同你哋介紹嗬，我個仔嗬，佢要整手機嘅喎，我仔整手機係啊，換屏換電池，整主板都得噶。我哋家人佢係好仔細，整得好靚啊！啲香港嗰啲靚師奶同老細落過嚟同我整，到依家都好多年噶啦，佢哋都係揾我哋整，因為我哋揾得整得好仔細噶，同啲換電池啊，你哋話換嗰個咩差啲嘅電池啊，賺多20-30蚊啊，我哋唔要，我哋都係換啲靚電池嚟噶，係啲電池好襟用，個個都話非常之 OK 噶，所以個個都嚟揾呢個靚仔，係啊，你哋要整手機都可以嚟揾我哋，係，我哋一家人嚟嘅，我大仔，係。好啊，拜拜，下次見，係大家多啲過嚟玩吓，好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叫李博柔，今年8歲，3年級，我奶奶已經做了30年了。我這裡的手機保證是很亮，不會有虧，有虧可以來我這裡退。如果有壞的手機能找我這裡修藍牙什麼，只要我這裡有的東西，你們都來買。賣什麼手機的呢？賣什麼東西的呢？蘋果、華為、OPPO。三星折疊屏，魔術 Pro，還有這個，還有平板，還有盒子，電視機盒子，對，還有藍牙，只要我這裡有的東西，你們都可以來買。沒有，如果有什麼困難，也來找我這裡問這裡幹嘛，我就和大家交個朋友。祝大家財源廣進，一路順風，四面八方都來財。好了，謝謝大家。不用謝。多謝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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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個係咪？